山乡山上，甜柿挂满枝头，金黄色泽的果实粒粒饱满，几乎都是巴掌大，全是张义勋夫妇的心血。好漂亮哦，那么大颗哎！你看看，跟我的手比，这么大。为了照顾娇贵的甜柿，得套上网袋防虫防鸟，剪枝蔬果全部马虎不得，连枝叶的角度都经过精密计算。你就要给它拉成有一个角度啊，它生长的话柿子它才比较容易成长。位在海拔800公尺的雪霸国家公园里，柿园地势高，温差大，5、6月份容易落果的时节，得一颗颗施行断水，才能确保柿子甜度。这个给它刮，它是水分在上面，它不会回流嘛，它又不会吸收上去。骄傲展示比赛奖牌，张义勋的甜柿拿下苗栗县的冠军，一整年的心血没有白费。像有看到果实大大的时候，真的有时候做看起来就很舒服，好像自己养出来的小孩一样。送上满满祝福，希望每个尝到柿子的顾客大发利市，事事如意。祝你发财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祝你发财，祝你发财，祝你发财，祝你发财。